飞的，俺们。我的儿子顿珠带来了邀请我和姐姐去拉萨参加表彰大会的信函。我们知道，这份荣誉原本是属于我们阿爸的。一种无法言状的心情，把我带回到40年前的玉堆。那是在喜马拉雅山下的家乡。弟兄们，是大几个村大里啊？大哇塞，多长谈个着不呢？没是那啥看咋人？已经民间光是打好多给鬼呗。是大点子，你给点子塞叫嘛嘞？是大的给让个的嘛人？是大点子俺最几个人，现在俺这人。是大的给，我那让人生个多哎。还是有个。爸爸，是去。啥子的中国啥家是？俺中国民人，一年呢，提给你做嘛的？这样对些，他连控制到我3年内吧。你让谁们是约嘛的？点了没点了？他今天都是等到用我这去的，我们是真到就证明。人情，啥说么呢？你让你不要求，你看上他专门啥个破门的，让你不说给用完的。
的瓦器也通哪儿呗？군인가 ren진기 보물에 요대관 접해 유리 민수지기 마디네비 통말이妈，让俺叫着花青妹妹。弟让爸那个让孙给我搞我啥不打，让起码进一步这样子啊，我，快去买。세마소스기 랑칼라마 섭제 가르치가 나도 되게 잘 친송해 야下次不知道的人不跟你一样俺最近基于对的开始是给吃的我把我最不拉个那些，啥子得做截图你没吧？马是节目的可是，啥子的截图？京都农民忙不起所需要的。이렇게 온老婆听着，我这啥子都没比这几个月的。这是1975年藏历新年前最冷的日子，连续的腹泻让阿妈再也撑不住了。阿爸心急如焚，他决定趁着大雪封山前送阿妈去县城的医院，顺便带回过冬的粮食。玉堆到龙子县没有路，他们要走4天。老朱，那你给帮点噻，他都这么下，准备看了撵不去，现在ransom在穷民度，准备给的，这就让他炸了，先撵不去登记，那给留哪里一起给，可是我乐队那看这边呢，一给的这，那就乐队破个脸，那就俺最紧张的。老郑，没有钱死。
妈。妈妈，我只想看不我控制破钱。给今晚的，就让你去你妈去了，大概结束。妈妈，俺们那可能结束。我们还没有结束。阿妈没有翻过冰冷的日拉山口，永远地留在了那里。姐姐带着我，拼命将牛群赶进了森林，保住了我们唯一赖以生存的财产。玉堆的生活充满了未知，我们不懂为什么阿爸要留在这里，更不知道这里为什么只有我们。爸啦，我吃过多鸡。哥仨，让我下去回答，家东给他出过多么不是，是我，弄啥子？我搬东西。老刘。哦，刘啊！这个是你嫂子让交给拉珍的，说是给2个娃儿做衣服，没想到听我的，跟我一起回县城，好吧？我不走。哎呀，你这个人呐，你以为你是哪个土皇帝啊？这个地方是你的。这谁的地方？这是国家的地方，不是你个人的。你忘了你自己说的话？还说谎？我说啥子了吧？你告诉我。毛主席都说了，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你还告诉我，让我把玉堆当家，好好的建设它。现在，你又说让我走，我错了吗？爸啦，我吃过多鸡。哦，娃儿饿了。来，坐吧，来，刘叔叔给你吃包子啊。哎。这个地方连亲客都住不了，你带着2个娃儿，以后啷个办呢？你嫂子专门做的牛肉包子，拿到去吃嘛。快糖！他们欺负我人少。要是咱们人多了就不怕了。现在不是特殊情况吗？这个地方不通路，条件差，没得人愿意来。政府要在这里，他们肯定不会来捣乱。你说的是县政府？对，你去过的吗？立着红旗的地方。是。
干啥？你阿爸嘞？阿爸在做政府。啥子？在做政府。做政府？是你说的，只要有政府，他们就不敢来捣乱。现在政府来了，不是一样吗？怎么？对了，黎明了，也打死的，这个了，他都敢猛来要的，但俺最近打的都是做大了，其实简单做，真的有牛马的大。这是玉堆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阿爸说，这是国家的地方，我们是主人。从那以后，我和姐姐陪着阿爸，把国旗画在所有能走到的地方。先生，让我们要见对啊，给自己三公，爸爸老妈有呢，让给这老师姐姐，我留了连家去啊，这定对。对了，其实你现在找不到，我们能多用可以。啊，今天没得么去不起了。记忆中，阿爸巡山的日子，我和姐姐都是在恐惧和期待中度过的。阿爸告诉我们，保护玉堆就是保护我们的家，是我们的责任。为了这个责任，我和姐姐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啥意呢？爸爸，刚才卡住了，我都现在没用钱。咱老干下，中途没到，叫他什么了？去他了。等你成就啥子他们了，过年才当脚洁癖。你也懂得，最大卡些吃一饼的。对不对？啊。看他把这休息请着他，
俺哥哥当中玩的。爸啦，侬就请求简单忙过去，能说当下。怎么？在这上，我们自己去摘菜吧。妹，你最美，是吧？爸啦，看他亲不呢？看不呢？看得不多，天不松在么事？我操！像我呢，亲戚也不是没得吧？我爸啦就让了什么真冷的。他刚不重要的，其实干点做，让我做成点好的。爸啦，你们看这几年，总是住的这卡就对，我年年都吃的。你爸啦给让给，你亲戚送咋，那些东马人听不多，把他们你全部差不的。俺都看不老亲不行呢，侬让那还去吧。他这俺去，谁嘛阿家去瞧的？我那他这阿家去，俺谁嘛去年去吧，去年去吧。让这个小兵呢，我就要成这样吧。对了，那个流浪的下，那个流浪的，俺这光把什么计划的？好的。这都身体就要的。嘿嘿，我们余队校的副队主任训编回来了啊！哎，干啥？老六，啥时候到的？昨天下午就到了。哎，你两个娃儿咋了吧？咋见了我都不理我呢？你把他们的好事给交了。我把他们的好事交了。就，哎，啥子好事嘛？县里在余堆成立了政府，可是这个政府只有3个人。阿爸是乡长，姐姐是妇女主任，我是那个唯一的群众。刘叔叔带来了粮食和报纸，这是我们唯一能了解山外世界的东西。对于我和姐姐来说，山外离玉堆很远。回来的路上还缠着我要去县里呢。你一来，我也不用跑了。我说嘛，每次上来，两个娃儿都要缠到我，让我摆龙门阵。哎，看，给他们带来最喜欢吃的大白兔。老六，县里有啥新精神？哎，给你传达一下，县里头要组织更多的人到余堆来，要召开动员大会，你这个老模范要在会上发言哦。都说几年了，也没人来。哎呀，哎，你看嘛，你看，这些都是从地区到市县，哎，组织小余堆3人小学习的组织活动哦。这都是你们父女3人的先进事迹。咋子？哎，对，
这些东西是有保留价值的。对了，我再给你拿一些。还有这些，这都是各地群众给你们父女3个人写的信，向你们学习的。以后这些东西别往我这儿拿，我留在狱队是我自己的事儿，这是我家，没啥表扬和学习。啊，还有，你说那个啥动员，我不去，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你糊涂！啥子叫你的事我的事？都是政府的事，在狱队，你就是政府的代表，你晓不晓得？俺无所谓俺用的。我得留到这个小月，让2个小舅。我算是明白了。哎，宣传狱队的事情，2个娃儿不晓得是不是？啊？你以为你是哪个？你真把狱队当成你自己的？我又没说狱队是我的。真的有人来了，我举双手欢迎。可来了吗？我不跟你扯那些。宣传狱队的事情，2个娃儿有权利知道。他们有权利有自己的生活，你晓不晓得？你为啥子不都告诉他们呢？他们是我认亲的女儿，我在哪儿，他们就在哪儿，他们就在哪儿。你没有说实话，你这是自私。你是怕他们2个离开你，对不对？랑 소쿠 치차루와키 시림도 참즈 찹든 띵서부겠네 샵시 거의당 소득항 총식 조풀제라 찹든 첸네 망만만 바라 사과도 챙겨줘도 계란시다 비교로들을 제샤 아자 치차루가스 시에단스르베巴拉，不多一节度。俺得咋皮？咱们都不见过这些，俺还可没送。我这点不给，没事了。드림 원수 얘기 싸움 칠럽 좀 치인다. 상물로야 오체 뉴쇼 아. 오야. 딱고 주인다. 렉차 치규디. 망용라 표구 체크. 김장 창마 수시디 단인배 투구 유바 체바탕. 김장 창면 투구 럽수야 부탭토바 체크. 시에도가. 계속 다들 춘주를 봐. 정말 제부 차선. 그 차단로 하고 채웠다. 아자. 바라게 문일이야. 던다시 배산체 육자. 다시 바라다 어울려라 카츠쇼스. 문이게 로베 착바든도 신저르도. 바라게 금주나了. 让你看着便宜呢。有吗？快点，有。说，
走！来，干啥？我得给吧。我。走。怎么了？都醒不对，把他给俺做俺们两个事，面子既然一对了，你还给我伤心。阿家街上了，公汉上，年明了这些品种是个有，不用中老早前面我汉成功去老马西，你插花头呢，去农民送比有对点数南北在一起通对，身归产业贴中，能据你苦不大个，去那把闽南当街，有对个日龙当，早汤，得动去让闽南人样样快用的。阿姐，我这如家了主意，俺们俩给了别些定做，当个主意。这些单呢，阿姐让他罢了，统统拿定这么多年有嘛子？我年轻呢，罢了跟这几个。没想到，遇对了嘛用也卡谁？俺出去过，汤zam送也卡谁？把那营你卡着那样一呢？有点过去了。哪去干去？什么？有戏！
孙女们谈咱们，杨家去打个主意，听你中对面呢，埋怨了这个事。爸啦，咱们也弄下，给咱更久的看马进来要不要？也看这边，也不藏外语。今天学堂学毕呢，藏到面闹这边。你妈的爸啦！爸啦，咱俩就准备上去啊，我们在看你呢。也给咱这边赶紧停走，咱一起都给。爸啦，一个钉子藏马甲了。开走！比俺这乐队没尊相亲的人。当妈今年长。咱把俺过年站，过年站，咱们老妈走，偏到要嘛的，我妈妈就不拉进去，看他跑头，俺就有对了呀，哪儿直接做爹的，他等他想干1年长，偏没就是1年长，俺就有对了爹呀的，俺就2个地妈记不起我了，俺就有对年看马车呀看你呢，俺就叫我。乐队的电话也看你呢。亲，当妈不你痛快的什么心意？老郑，让个去我去马学，让哪子上的哈？你当我是当俺用我的，同你你过去的样的。亲，乐队长就红马的。我们你们自己别点的用过嘛人。爸啦，咱们你也弄下，起码那乐队那看这样过性命。乐队的密码要被用真的，那才有心嘛送。年年来，乐队俺最怕有人，给自己年。啥是在点对面呢？请了这个人。明天啥时候有牛要嘛的吧？给啥？让我妈这里，先把钱存住啊！也是简单做，来我这边干用不的。爸啦，我留哪个子姑呢？我留哪个子姑能用我的？生意，你得里忙个最用我的。爸啦，看你这活是哪听嘛的？今年该看女的。生意那么难空，可是爸爸老妈有呢，总给年到啥，也是需要救啊。爸啦，这个银子就我天涯看你了。我把银子没别，怎么？现在那我应该要的，爸爸再还没有啊？
好，送来，第三，我们解决。罢了，罢了。救救！怎么？走。제자 내가 나한테这面下，俺就装了满嘴呀，看谁？还有的那个真的对，经常那节奏，3到9倍。서울에 미니 간직도 아야요 말이 주니 주도시 이제 장그집제 싸우리 나差不多哎然过呀哪里跟这些呢然叔叔催去爸爸你们的地啊莎莎我念着对不对两脚趾马须，这是一个差不多年的下，很多人对们都是哎。怎么？我年前不掐算呢？
对着着有人，一年巴拉过人。巴拉给我你名字去，有对娘。但是巴拉我你给外去都没跟跑不了，这两个都还给我们多哎。我要离开玉堆了。我当时无法理解阿爸说的责任。姐姐让我不要责怪阿爸，她说阿爸比我们付出的更多，她要陪着阿爸把这个家守下去。我不也别，哪里也骗。巴拉，你看人。老宋去空了，马爹就老纠结着，你还熬拉的娘婆，兄弟要有还进不行，让他的经给忙不去脱手。你少留当钱呢，这个你给贴肚子去，因那的兄弟打不你，这给塞不了，你先要了钱呢，你给怕呀给你把啥不认识，那你不就完啥？搞的去，日咱们老看个东西，俄国那个俺这呢，因这送到大表情不行。因那关注成就，而我那个那么大劲，关注谁是？这个题，你还提出了做呢，行动了大就。巴拉。工作，面扎动，那些商人给进出门的生意就有个热死，或者他们老些就比较轻松，那境内还来那些就是上去，在那共产党来说，我没这了路，两个阿妈年妈妈岁，10年前。俺最正在全球的家人，这个决定，年到他们都年样的，我妈娘俺都爱的他，俺这不这样就对。现在，我30天内。
지키라는 좀만 강이만아.这些个不被这个的把表点里，不会压过去头。아 두네, 나 발라다 님도 매지 유들리 김장 송경 채대기. 哥啥？咱等到推着了军队全部人，也对俺是检查这个，我对那送头个嘛嘞，他的师兄呢，也忙不起那不注意这些。我们让这些人一个人去搞的，让列车进来追吧。也是，让俺这朋友的去用不用呢？爸爸这样搞不用吧？在刘叔叔的帮助下，我考进了县宣传队。我的歌终于能让更多的人听到了，但是我的心里总是感到深深的自责，总是在梦里回到玉堆，回到阿爸和姐姐的身边。就在那个时候，扎西给姐姐的信就断了。这些，我看上，我给上一，他把两个一个人叫木穷，你人类出在要是然呢，你现在看我们说啊，两个我就不愿利用个人写穷，但有对为公不下着土，让用土不个。有拉萨寄给玉堆的信吗？我给你看一下。啊。这有一封退给格桑的信。这是格桑写的。我说是给格桑的，是这个人写给我女儿的。查无此人，拉萨邮局那边没有找到这个人，你让格桑看看，就是这个地址，他有没有写对？这个人没了？不是说这个人没了，可能是地址换了，或者说这个人拒收了。为啥就是？格桑这是第一次和外人联系，这人去哪了？格桑把信写到了学校，这个扎西他是学生，他一毕业以后就离开了学校，分到哪儿的可能性都有，你晓不晓得？到哪儿？要跟格桑说一声吗？我要是回去没带信，这个孩子想不通。哎，你先不着急，先把这个报告做完了再说，好吗？上去讲话的时候不紧张，语速放慢。乡长任清同志发言。陆定流哪个？我在这学习的，
说我算上，说乐队，乐队。俺做乐队给搞的，天见了马就学谁个，很多俺稳定给民人当不认识，现在从俺要老不讲起谁个，俺老不讲起也看得要的呗。俺哪儿从俺给找把基因，但俺咋着去，俺哪儿去，俺经常了，长毛了师兄给俺也拿去，但因为呢，明俺看这个地个跑走去个的。大公子，俺家拉当哪儿跑别嘛子，等到俺呀你都等纽约。大公子可对跑进去还有呢，俺过去的过牛面，没事情了，行了，俺没这个工作呀，看对叫头个嘛的，但一年嘞，俺呀谁想要的，但俺给他这个呀这个，俺那多当行动给干了，给他这个这个气。但其实跟听说，俺最简单的通不大啊，全能用那个民族。我对了，看到了保姆要的这个，因为同样民族谁要嘛的？俺朋友听你，他那把都听我解释用用的。他等到几队，咱们老俺这闹下。陆军留了我那最俺呀，个个等牛面。他等到退了个军刀军长，俺最乐队嘞，军刀做谁个嘞？大能行，俺最乐队了老乐吧，他这个看不乐吧，啷个的乐吧，长毛个用谁个嘞？连嘛的了。爸啦，俺咋跟这多？我们让他跟去啥，把我大家用不用？看得上这些，俺们人也不等给。咱们了。现在把你们去查到，他把你们当那个真是。爸啦，我没错，俺拿了，老你对。那我就那个送呀了，我们让叫我呢，连接的就会是谁？现在别离还养活起来，这就穷了，弄得老凶。爸啦，爸啦，爸啦。사실은 교수대 여주 말해.
拿车把你送到日了山口，这样你也能回去快一点。我自己走就行了，习惯了。啊，大雪封山前，第一批搬上去的家庭就要到了，你把他们安顿好。另外，越冬的物资也跟着他们一起送上去。啊，对了，不放心，卓玛在这儿。他在你这儿，我放心。那个娃娃，他不会变可桑吧？绿队不是县城，也不是拉萨。那个娃儿他要是反悔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世界，你还是要想开一些哦。老兄弟，我向你保证，无论这个扎西他在哪儿，我一定帮你找到他，放心，啊。
哥仨，让你妈女啊，你娘让你妈打，我说哥仨，你妈娘。他让给我妈怎么吐出？让给我妈吐出，怎么吐出？我吐出，让我怎么样？我把你兄弟们的经验这些，但他只知道如何能修钱，若不忙做了长顿情。我是，我最明了，说句听不是啊？哥仨，我怎么样？我乱了，这只能找个人啊，让东人得气啊，东人气啊！车辆专业的，哎，对，那就应该是他了。那他分配到哪个单位去了嘛？啥子？你不晓得？干啥？妈妈，你看干嘛呀？要钱分嘛是？走，哪去看耽误穷的？后来也得这个嘛的，这都是钱啊！请大家注意一下，我这个不满意。
轻轻地碰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深深，我就喜欢听卓玛唱歌。刘叔叔，唱啥子我都喜欢听。李三，好些没？老六，办证的事情怎么样了？再耽搁，大学就封山了。有新鲜橘子，包个吃吧啊！哎，出去说。阿姐，什么这么气？点点你热。也都2年4月了，今嘛啷个算呢？也我晓得。儿子，yes，不能下。说呀。那兔子呢？我点不对啊。哪个这个？那至于对个是长嘛，这他是哪等的？네, 식나나다. 탄산동가다. 위가 무창물로 두고 깨깨부터 있어. 扎西这个娃儿，一毕业，他就主动申请参加了预队公路前期的测量工作。因为不是正式分配起的，所以我们一直也没有找到他在哪儿。前段时间，热拉山口发生了局部滑坡，牺牲了3位同志，扎西在里头。我们也是在发抚恤金的时候才晓得，这个扎西就是你一直在找的那个娃儿。阿佳，光不没错啊！你阿家长得巴拉了，也是听这些呀弄死。巴拉个，不要让我退来三这求人。巴拉给我呢，听这三米20倍。让姐姐。巴拉听不满公元素，怎么？我让怎么长几个米大？是，有对面自己工作难人，让他老实。
工作着越飘越远，我们才知道，为玉堆付出的不只是我们。玉堆世家是我们最终要回去的地方，那里有责任，有爱和希望。仁谦，老兄弟，玉堆就托付给你了。哦，我拜托你的事儿，你可一定要办得到。老兄弟，我这一次才真正感受到你们一家人对玉堆、对国家做了好些事情。你放心，这次开春一见，我保证玉堆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生的，好吧？好。爸啦，带着意思，俺走着。这咋子？啥？哎呦，刘叔叔，好可惜哟，以后刘叔叔就难得听到你唱歌了。真的想好了？想好了，我的家在玉堆，亲人也都在玉堆，我要回去。好啊。干啥？刘叔叔，刘叔叔拜托你，帮我照顾好你的阿爸，好吧？你现在也是副乡长了，多操心哦，啊？嗯。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好，大家一路平安。来，谢东了，来，谢东了。呀，赶忙做顿住。走。老刘，我走了啊！好，一路平安。走。咋打药了呗？要热，全部要热。玉堆里啊，早餐有点忙菜，很多新整理拿走要热，面子还要大。你这吃下了，新拿出来，全部要的是要的呗？要热，让来早吃点就要热。让来早吃。别过来！老大，俺这一堆给杀进去，就可这么多个。日咱们到新南两个人，都给追去了，不能跟日子前。明天再做，赶快退货了呗。俺这乐队了，乐队了，原人不明白我的这一牛让嘛嘞。爸啦，你以前的观众工作的，
是没恶有什么的。对了，他刚不给，能记得场场主任。刚才可在肚皮呢，工作呀，连做马老百姓去，跟个底下不去当多久了。工作娘呀都没变错，工作马才巧嘞。可是，其实跟他这样用比呢？罢了，哦，想着了，给让给他觉得。起来，对那个耍劲的，两个就不要了吧？是吧？马等着乡长的，你师兄给掏钱了。那是当然还可说，掏起钱，那是的嘞。人家是哪叫嘛的？马祖长母老有对个打不嘞？师兄也有打。他今天是就那用能嘛的，他谁用嘛的？啊，中间的。当然都还没有，其他身材军人那么个，那他老上那个。不知哪个嘛的，哪个嘛的。我们搬到了离边境最近的地方。阿爸说，这是我们的责任。与队告别了3人乡的历史，但那段日子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那是我这一生最美好的回忆。兄弟呗，我这去老爹锅底下，他叫我陪他。有啊。